家好，好。全国居民同胞们，大家好！好，今天非常荣幸来到了哈嘎电视台，看到这么多年轻的朋友们都是这样雄赳赳、气昂，我感觉到非常的高兴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高呼“中华民国万岁！中华民国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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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待会我们到游泳池去万岁！万岁！这个演完啊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哎呀，难得来到了哈嘎电视台，当然要唱一首哈嘎歌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好！啊，来了，我请我的伴奏老师大钱啊，掌声欢迎他。哎，不是这首歌了，不是，我怎么能唱这首歌呢？哦唱那个老歌。哦，对，蒋公没问题，马上来啊！天公啊，落水哟，阿妹呀，抬当头毛来到哈水边。哎，好了，别唱了，干嘛？你再这样唱下去哦，会有更多人想把蒋公的铜像拔掉。我跟你说，好吧，副官，来。哎呀，你说的不是废话吧？啊，就为了这个开场，连鼻毛都要用贴的，是不是？我不是总统，你就这么拉那么用力啊？这态度变得太势很快利眼了啊！对，我真的是很傻眼。刚才上台前，我跟他们说临时帮我弄一个30秒的开场，结果一来哇，又带 B-box 又跳舞的，快要5分钟了吧？啊！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我又不会唱客家歌，是所以我就随便乱模仿了吧。而且老师，你的表演欲望也太强了吧？不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个人就人来疯啊！大家掌声一多，我就在中华民国万岁！不是，开场了，我都还没有机会好好介绍一下，对不对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呢？哎，对。首先呢，第一个就要马上来介绍大钱老师。哎，这个，谢谢。这大钱老师是我很崇拜的一个口技表演艺术家啦。他呢是口技高手，而且还曾经在这个第46届的金钟奖担任过这个表演嘉宾。哎，是的，是非常有人气的一个口技演员。谢谢。接下来就该轮到你我了。哎，这一位是林明老师，就是我，是口技大师，也是模仿蒋公的高手。曾经在一个节目叫做《全民最大党》，没错。可能有年轻人比较不知道这个节目，但当年这个节目啊。非常的红，很红啊！自从老师加入以后呢，节目就做不下去了。这个，不是还有别的成就？对，老师还有一个厉害的成就。以前老师在国防部的义宣大队担任副大队长。自从老师担任这个官位之后呢，义宣大队就解散了。你们有没有什么好词啊？有，我们2个都很尊敬你的。我怎么看不出来啊？其实今天呐。我请你们2位到现场来，是想要完成我的一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就想说2位可不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啊，对着镜头还有现场的朋友们教一下一些口技的小技巧啊？没问题啊 ，OK 啊。哦，那谁要先教？那我先教。好。不过我的那个麦克风可不可以拿来一下啊？麦克风来了。这个人抢着想当蒋公，你这个鼻毛贴的不恶心吗？你真是瞎乱七八糟。好，我要教各位的是空袭警报，先教左半边的啊。对，等一下啊，我们要先运用鼻音来发出这个空袭警报。好，我先示范一下。好，来示范一下。好，我们试试看啊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这是刚起来的声音。哎，我刚刚看这位观众很认真，来，试试看。
啊，让他示范一下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掌声欢迎一下，好来。啊，谢谢，哎呀，来，穿西装来，来，站起来，让大家看。来，开始。哎呀，行，我晓得他有一点毛病。什么毛病？鼻中隔弯曲啊，所以不太通啊。你不但会口技，你还会看诊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年轻的时候就鼻中隔弯曲啊，后来一开刀就通了。而且鼻中隔的问题，记得找我，我帮你介绍医生。好，第二步呢，这是刚开始这个空气起爆的声音，接着下来，我们要把嘴巴慢慢张开，这样子才会有喇叭的效果。你听听看，我示范啊。了解了吗？好，这一次看我的手势啊，来，预备，来，大家一起来啊！嘴巴张大点。我们两个在看牙是不是？这个还有蛀牙的，什么叫看牙呀？好了，我们这样子好了，等一下啊，你给他们一个 setting， 说客家话。有危险，有危险啊，有危险，然后我们就开始空气警报。好，现在我来试一遍啊。有危险。掌声鼓励。对呀，就是在，哎，不错，很好。哎，好像哦，好像一堆母牛在发情哦。哎，什么话你啊？那大钱你要教右边的观众什么呢？哦，我们就来做这个火车的声音。哦，火车。哎呦，很简单，几个步骤啊。第一个步骤，我们找到自己高音发出“啵啵啵”的声音。哦，好。哦，试一下，预备，来。很好，这是第一个步骤。哎，感觉你们可以组一团 B G 之类的，那个都唱假音的，是不是？高音都出来，是，很好。第二个步骤呢，火车慢慢前进，它会念客家话啊，客家话，哎，客家话的否，客家火车，对，念5次，慢慢的加快，变成这样。好，大家试一次哦，预备，来。很好，那第3个步骤就是越变越快了。啊，如果中间没有气的话，你就赶快把手举起来，啵啵啵，再吸气，然后再继续，偷吸一口气的意思啦。哎，对，这样子火车就可以冲过去啊。试一下第3个步骤，预备，来，换气，继续加速，很棒，掌声鼓励。那待会明翰就用客家话说出发喽，我们就这个3个步骤灌在一起，没问题。好，来，出发了。太棒了！对，我发现这边有人叛变啊，有人也学了，是不是？他刚才说他鼻中隔弯曲，他不舒服，他就是在的偷学，因为这一段没有鼻音的问题，鼻子通了。好了，不错。我觉得各位观众朋友，等一下一定要记住这2个 keyword， 一个是有危险，一个是出发了。等下节目过程中会贯穿在这一集里面，只要听到大家就帮忙学一下啊。好，后面还用得到。哎，马上就会用到。哦，马上就用到。那等一下我们要干什么啊？对，下一个单元呢，我是想因为很多人说我们台湾的年轻人不喜欢看新闻，不关心这个国际政治，但我觉得也不太可以怪我们年轻人啦。那怎么办呢？不是，主要是因为现在台湾的新闻播报方法都蛮无聊的啊，无聊，对，很无趣，没有什么爆点嘛。哎，那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把新闻加入一点口技的话，可能会有更多人想看。哎呦，这个点子倒挺新鲜的啊，是不是？对，可是口技怎么报新闻？我跟你说，等下很简单，我来扮演主播去报新闻。那我说到什么动作呢？你们就学出来。我提到什么声音呢？你们就用口技去把它做出来，这样子。
这个倒可以，蛮好玩的。可以，那我们试试看哦。好，我们试试看。好了，那请助理帮我上主播台，好来，掌声欢迎一下哈。这个胡子怎么会贴在这里？太准备好了吗？啊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来，5、7、3。反陽樹寬最佳新聞，我係宋明寬。國際戰爭持續升溫，Annie 來看一下現場嘅最新畫面。你們兩個顏面神經失調是不是啊？怎麼了？不，我說完了，你們要開始演啦。我們要演什麼？對呀，演我剛才講的啊。你剛才講的我一句都聽不懂啊。對啊，我怎麼演？我剛才用客家話講，國際戰爭持續升溫，我們要看一下最新的畫面。哦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懂了，聽懂了，哎，我進入狀況啊，來進入。Annie 來看一下現場嘅最新畫面。黃沙滾滾，兩個落單的士兵在艱苦的前行。兩個人隱隱覺得有什麼不對勁，抬頭一看，有尾象。哦，原來是敵軍的直升機開來了。該怎麼辦呢？這個時候，老兵開口叫小兵開火。是不是按這些上來了？是不是按這個發呀？等一下。老兵講的這個外國話，我怎麼聽得那麼懂啊？有一點。你可不可以講得慢一點？講得慢一點。講慢點就沒什麼趣味了。沒，你講。說嘛，慢一點。就是什麼呢？按這些上來了，是不是按講？果然是客家話呀。是啊，不是，我不會說外國話嘛，他就是外國來的客家士兵。這個設定也太複雜了吧？可以吧？啊，可以。客家人很勇敢的。啊，那我們繼續。對。老兵開口叫小兵開火，是不是按着這上來了？是不是按講 fire？fire？是不是按講 fire？是不是按講 fire？fire？是不是按講？小兵終於提起勇氣，拿出了機關槍開火。老兵也拿出了火箭筒開火。小兵拿出了手榴彈開火。這個時候，老兵決定使出他的秘密武器。這個絕招拿出來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這個武器就是甩炮。等一下，这样最好打得贏啊！就是嘛，這樣的火力對敵軍的直升機是一點效用也沒有。敵軍的直升機這個時候開啟了火力最大化，要掃射這兩個士兵啊！就在兩個人命懸一線的時候，他們感覺到了一線生機，遠方有一台火車開過來了，出發了！兩個人趕緊跳上了火車，在槍林彈雨聲中趕緊跑走嘍！越開越快，越開越快，越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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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快！繼續，別停，繼續，再來！掌聲鼓勵！你在練瑜伽是不是？不是啊，你不是說搞黎明老師就好，你搞我幹嘛？沒想到會搞到自己，對不對？都你弄的啦！我先去關心一下那邊。老師，你怎麼還在喘呢？我都要快去見蔣公了。別急，至少這一集錄完再去。來，我前面是我的不對，對，我不該提這種餿主意。就是我跟二位道歉啊。下一單元保證讓你們輕鬆一點，好不好？不要騙人啊！真的輕鬆一點，一定要輕鬆哦。接下來我們來表演雙簧，怎麼樣？哎，這個輕鬆，是不是？你們應該表演都有很多年的經驗了吧？哦，我跟老師表演很久了，對，信手拈來沒問題的啊，輕鬆沒問題，對不對？沒問題。但我今天呢有一個特殊的心願啦。哦，什麼心願？我可不可以加入你們的雙簧？
加入三皇啊，哎，双黄变三黄，三皇，这算是创举，可以试试看啊。可以对不对？哎但有一个问题哦，哦那个角色我们要怎么分配？这样好了，嗯，我表演是大前口技，是，你就来说故事，哦这样可以吧？各司其职，是不是？对，好，那我们就再请助理上桌子。好，来，掌声欢迎他。这一次胡子终于不见了，胡子在哪里呢？剃掉不见了剃掉。啊！还有，这有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他长胸毛长到这了。好恶心啊！好了，这个双簧开始之前呢，李敏老师是不是应该要先打扮一下？哎，对对对，你提醒我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就跟大家讲一下。对，要打扮一下。对，因为双簧的表演哦，其实有很多种形式，有比较简易的，也有比较复杂的。可是林敏老师为什么每一次演出都坚持要化妆呢？因为他太丑了，对，而且对，我听到了被。听到。反应有点慢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是曲艺界还有一句俗话，这个俗话叫做“人不打扮不好看”，打扮完了你们再一看，怎么样？更难看帅了啊，更难看了，帅了吧？好可怕呀！嗯，而且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嗯这个是双簧的一个传统的扮相，对尤其这一根呢，要好好介绍一对，下，好好介绍。很适合林敏老师是翘辫子啊，什么翘辫子？不然什么小辫，不是，头上有小冲天辫。哎，哇，冲天辫。哎，好，那打扮完了，我们就马上开始表演好，了。马上开始表演。醒目一拍，我们就开始。好，我就听你了。对对对对对好，来。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故事叫《走进客庄》，行業客總。客庄有鬼啊！啊，是鸡啊，哎，是公鸡。我春节到客家总拜访亲戚，一进门就有好多小孩出来跟我要钱。现在我来为大家模仿亲戚家的小孩是怎么跟我要红包、讨红包的。爸爸，新年快乐，红包拿来。我说，爸公退休了，赚的少了，没准备红包。没想到他说，爸公，红包拿来。本给发爱暗条。哎，等一下啊，什么是按条啊？按头就是客家话的磕头。磕头，哎，这很有礼貌啊，老师，你坐下。有礼貌我受不了。本给发爱暗条。爱在暗，爱一次暗，爱一次暗，哎呦呦，我的妈呀！哎，我都快活不了了啊！我觉得老师你身体真的还蛮灵活的，我我蛮硬的啊。都灵魂出窍了啊，快活不了了，还灵活？不然怎么办呢？跳过这段？我操！跳过呀！赚这个钱太难赚了。哎，好，跳过。我脑震荡了的。哎呦，这个肿了，你看，很敬业啊。出了亲戚家，我到客家总散步，看见了好山、好水、好人情。咦，那是什么？
是赛车。哇，又有一台。哇，还有一台。哇，还有600台。学呀，学呀，600台来。越来越多，它越来越快，好快，好多，好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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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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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快，更快，更快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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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。不是，我，干嘛呀？不是你中风了？不是，老师睡着了。那没办法，我们只能用老方法把他们叫起来了。有危险！哦，出发了！嘟嘟嘟嘟！哎，起来了，出发了！好了，你们爱玩就跟他玩啊我们呢，不玩了。哦，你们不玩了，出发了！也太好 Q 了吧！好，我们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，谢谢大家。为大家再次介绍林明老师、大钱老师。谢谢。再来介绍王维。啊，胡子大王。还有我主持人宋明翰。各位客人们，下禮拜見，拜拜。